不会再放你走。你到底想什么？你知道我很生气啊。我知道的，你应该生气。所以我在等你跟我解释，给我一个理由。苗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头到尾，我都不是那个合适你的人？你会觉得你现在说这些太不负责任了。在你之前，我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；在你之后，也不会有。因为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所以很多事情不够成熟，会让你心塞，会让你心烦，让你想逃避。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苗里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是谁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要。我知道跟我谈恋爱可能很辛苦，但我希望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不要犹豫，更坚定一点。因为我是100%的爱你。我不会再放你走，我哪里都不会让你去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我都知道了，郝月叔叔。回去再说吧。臭王兰，你说你干嘛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啊？多亏了苗大神猜得准。苗大神，你以后可要把他看紧点啊。那是当然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跑掉。嗯。这一次我是真的生气了，小姐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就准备自己担着，不辞而别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是要把小桃给甩了，把小桃给扔了，消除记忆，是要把小桃给忘了吗？我不说，是怕说了就更走不了。那就不要走啊！认输逃避是你的性格吗？这一次不一样，我必须离开。只有我离开了，苗里才会安全。不管你是什么九尾娘娘，还是什么10尾娘娘，不管你身上是有杀生石还是雨花石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小桃，在没有其他办法之前，我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。离开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你是说，你还是要离开？为了苗里，
小姐，如果你真的需要忘记他，真的需要忘记这一段记忆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去找你的，重新认识你，和你成为朋友。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不答应呢。嗯。唉，就当是做好事吧。我这么伟大的人格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什么情况？好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你都这样跟着我1天了。万一我不跟着你的话，你又消失了怎么办啊？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件事儿了吗？好啦，你别担心啦，我现在是绝对不会逃出你的五指山的。安心回去睡觉吧。好吧，那拜了。嗯，那我走了。